What's up, guys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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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不见！大家好，我是安琪，我来自外蒙古，目前在台湾读书，同时也是一位 vlogger。语言是让人在不同国家同时无阻和了解当地文化的重要工具。为了让我更熟练使用它，影片的观看者有不同的语言组合，我通常使用蒙古话、英文和中文。从开始拍影片后，很多人问我如何学习中文，因此今天我跟大家分享5种我练习中文的方法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老师上课要专心听，不管是什么语言，开始总是最辛苦的时期。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挑战，因为如果没有办法通过课程的考试，我们将会失去我们的奖学金。像我现在大四只有2门课是英文，其他的6门课是中文。上课时我总是坐在前面，避免听不到的情况发生。有时候老师的解说或是同学的报告可能很无聊，但是恭喜你，因为你的中文进步了，可以听得懂他们所说的内容了。图书馆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学习每种语言都需要练习。下课以后，我总是去图书馆练习中文。安静的环境让我更专心学习。点石成金是我很喜欢的成语，只要持续努力，任何事都会成功。我很喜欢看卡通和电影，这可以让我放松一下，但是我都会使用中文的字幕。午餐时间，手机是我的好朋友。我可以随时复习我所学的新的单字。我透过学姐的介绍，先来沙龙当法式模特儿，然后才有机会可以在里面工作学习。我一开始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打扫工作，慢慢的也会用中文接待客人和使用中文的电脑界面。中文字很难，很多字都长得很像，而且在写的时候很困难。几个月以后，我可以跟顾客说更多话，也会介绍外蒙古是独立的国家，因为我们国家城市实在太小了。很多人不知道蒙古是怎样的国家呢？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我喜欢喝珍珠奶茶，在等待的时候，我都会看一下他们的菜单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字看不懂。台湾的珍珠奶茶很好喝。跟同学有良好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上课中老师所教的东西，不懂的都可以问他们。我最喜欢看电视了，我常看台湾的电视节目，模仿他们的说话，就像是小孩子一开始学语言也是模仿大人说话的方式。除了电视，也可以使用网络，像是 YouTube、Netflix 等等。超级推荐 Netflix 的，因为一定有中文的字幕。这是分享我的学习过程，让你们知道，并不是只有你们觉得中文很难而已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有志者事竟成。我下一个教中文的影片会解释是什么意思哦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你们的。感谢你们的收看，再见。